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。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今天這個房地產股又開始詐屍作妖。財聯社5月29日電，房地產板塊持續走高，萬科 A、綠地控股、膳食發展暫停。此前湘江控股5連板，陽光股份、光大家寶暫停，華發股份、金融街、榮盛發展、金地集團、保利發展等跟漲。為什麼漲呢？說消息面上，國務院印發城市更新“15+5”規劃，規劃提出全面摸清城市存量資產資源底數，推動以供未開發土地和在建項目分類處置，盤活閒置低效老舊廠房、商業辦公用房、商品住房、公房等，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，完善商品房開發、融資、銷售等基礎制度。今天房地產板塊的一個集體的一個反彈，表面上看好像是跟這個政策有什麼關係，實際上不是，這政策早就有。今天實際上是老燈股，它一直在跌，陰跌是吧？你看萬科都跌到3.2塊了，馬上跌到3.1塊了，3塊就要破了。它跌多了，它就有反彈的需求，這個是很正常，只不過是借這個機會，借這個政策反彈一下，帥不過3秒。今天我看到萬科漲停了，一會兒這漲停它封不住啊，還收盤只漲了6%、7%啊。港股的碧桂園還漲了33%，漲得更大。但這些沒有用。對，如果你被套，我在恆大爆雷以後做節目就說得很明確，關於房地產股票，給你逃命的機會，你要珍惜啊，絕不要留戀。這5年來，隔一段時間，房地產股票它就這種反彈一下，抽風抽一下，帥不過2秒，這都堅持不了2天。廣大的散戶朋友對房地產板塊多次欺騙性的假動作，早就已經無感了。因為房地產在怎麼說，它的大好時光已經過去了，它的高光時刻、快速發展的時間已經過去了。過去20年，它已經過去了。那接下來的就是局部的，有一些地方，比如城市更新，局部的地方，有錢人有了，那地方房價可能有所反彈，那這個都不足以支撐這麼多開發商，也就是個別開發商在個別項目上面可能會賺點錢，但是不足以支撐這個開發商一直走牛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沒有這個環境了。所以反彈一天跌幾個月，對房地產板塊要盡量遠離，它是個漫漫無盡的一個下跌之路。為什麼說個別的房企、個別的項目有可能會賺錢？就很簡單，這個大家知道，每年幾百家上市公司，比如香港，比如內地。這些什麼科技股，這人工智能、硅基相關的這產業，它一上市，這些老板套現的，或者不上市，它被人收購，那都是馬上這個圈層就變了，它馬上身價的多少億是吧？那員工發的股票，或者員工發的期權，或者是獎金，就像 SK 海力士一樣的，像三星一樣的，不管怎麼說，總有一些人是既得利益者，他在硅基這一塊，那這些人拿了錢怎麼辦？他還住100平的房子嗎？他還會住得那麼憋屈嗎？他馬上就要換大 house， 什麼30萬一平的，什麼動不動2個億的一套的。所以說你會看到，我接下來這幾年都是這樣，一邊是海水，一邊是火焰，一邊是給牛馬住的這種房子是越來越便宜，因為牛馬他買不起他就不買。一邊是豪宅，這個30萬一平的房子，你比如杭州10萬一平的房子，上海30萬一平的房子。你都要去搶，包括深圳、北京也一樣，豪宅照樣是日光，照樣要排隊。但是那些為牛馬準備的房子，不好意思，賣不掉，庫存多的是。所以這一點我們也看到，因為它的硅基相關的企業上市那麼多，它都割了多少韭菜啊？它手上多少錢呢？有了錢之後它幹啥？豪宅，這所謂的科技新貴，那有的科技企業一上市，他最起碼100個富翁就出來了，千萬富翁啊！但這些他改變不了咱們這個樓市的基本面。這些人都是少部分人，他們也只會在杭州、上海、北京買房。你总不能让這麼多開發商都去開發豪宅，開發豪宅賣給誰？最近銀行告開發商的越來越多。你比如說今天媒體報道，融創房地產公告遭工行杭州分行起訴，公司及多家子公司被要求歸還15.5億元借款本金及各類息費，
要求融創在39億元限額內承擔連帶清償責任，同時主張抵押資產優先受償。這個其實很簡單，有銀行已經打響第一槍了，不再等了。融創雖然境外債重組成功，但是境內你欠這些銀行的錢，你以為能躲得掉嗎？有的銀行是等，給你時間，給你機會，但是有的銀行覺得不想等了，只要有人打響第二槍、第三槍的就會來了，大家就得搶，不搶到時候煙灰缸都沒有。所以說，工行告融創，說白了就是打響第一槍，人家不想等了。也就是說，大家也看到这個接下來開發商是日子越來越難。你看是不是啊？萬達火都已經燒到王老板身上了，如永輝超市、蘇寧、萬科，還有誰都在起訴萬達。完了之後，只要有一家起訴，其他馬上就要起訴，不起訴你都趕不上趟，馬上就起訴，馬上就要燒到這個王老板身上。其實其他的房企一樣，也就是這已經暴雷5年了，實在是扛不住了。所以接下來就會看到很多银行告這些開發商。所以你說这開發商還漲停，往哪兒漲停？還有什麼投資價值啊？未來都是只有破產清算啊，或者叫破產重整。剛才咱們說了很多科技股上市，趁着現在人工智能、算力、硬科技、硅基現在概念正火的時候上市圈錢啊，割韭菜。那錢來了之後怎麼辦？這樣的公司如果他的員工多，如果他員工上萬名，那對當地的房價就有一定的影響。但是如果你員工不多，也就是幾千個，完了之後暴富的就那麼幾個人，那對房價沒什麼影響。如果他員工多少萬是吧？每一個員工的工資都不低，对房價呢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支撐。這個同樣的例子，反過來的例子就是北京的望京。所以我們今天聊一聊京。現在北京的望京跟10年前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。10年前的望京那簡直是叫進不去出不來。為什麼？就是人太多，望京那個地方設計的也有問題。所以說你要北京市從望京出來也堵，你要在飛機場打車，你說去望京，那司機都不去，就是進去堵，出來也堵，像個大葫蘆那種形狀，人多啊。望京大量的韓國人，但是最近望京的房價就呼呼往下掉，望京的人現在越来越少，望京大街上沒什麼人了。那些寫着韓文招牌的那些餐館都關着門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。實際上，望京不光是韓國人搬走了，連大廠也在搬。2024年5月，阿里巴巴北京總部新園區投入使用，將近2萬名阿里員工從望京浩浩蕩蕩搬去了東北五環外的崔溝莊。望京的業主們當時還沒太當回事，搬就搬，望京又不只是有阿里。但是接下來的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。望京一搬走之後，也许是巧合啊，陌陌搬了，直播電商一批接一批的收縮搬遷，望京 SOHO 的空置率一度飆到30%以上，租金從巔峰的7塊一平跌到3塊出頭，就是腰斬。寫字樓的租金腰斬，那些曾經擠滿年輕人的寫字樓一層又一層的暗了下來，而望京的房價也跟着一盏盏熄滅的燈一路下滑。那員工都跑了，对不对？那本来這些人都在公司附近買房，那現在都跟着公司跑租房。首先是租房也不在附近租了，那租金肯定下降，租金一下降，房價就會降，這個是硬道理。記住了，租售比是觀察房價的一個非常硬的一個指標。如果房租在漲，那房價想跌也很難跌，這個大家能理解吧？這個房價某種程度上還帶有預期在裡面，是吧？所以你買房不買房，這就比較複雜的因素。但是租房可不是預期啊，租房就是現實的消費。你比如你一個月工資5000塊，你就不可能拿4000去租房，你只能租那種800的一個月的，頂多1000。你不可能說我工資5000塊，我拿出3000出來租房，這種人非常少。房租能看出這個房價到底合理不合理。如果房租在漲，那房價它想跌也困難；如果房租在跌，那房價肯定是穩不住。那你說阿里這些企業全部搬離望京，這些員工一走，首先一個房租，從碼農後花園到碼農出走，望京的崛起和互聯網大廠是綁在一起。10年前的阿里、陌陌、美團、字節跳動這些公司扎堆入駐望京，帶來了數以萬計的高薪程序員，就是碼農。他們年輕有錢，敢花錢，是買房市場最兇猛的一股力量。
那他們要買房，肯定是在望京附近。這個望京的融科橄欖城巔峰時期，成交價突破10萬一平。大西洋新城、澳洲康都、國風上官，隨便一個小區都是8萬起步。望京成了北京樓市最堅挺的板塊之一，被戏稱為碼農後花園。那時候望京的售樓處裡，到處都是穿着格子衫、背着双肩包的年輕人，刷卡眼都不眨一下。但現在呢，說融科橄欖城的掛牌價已經回落到7.5萬到8.5萬之間，而且溢價空間越来越大。有些急售的房源，成交價直接幹到了7萬出頭。3年前花1000萬買的房子，現在可能只能賣750萬，250万沒有了。而這背後核心原因只有一個：碼農們不在這裡了，寫字樓空了，房子賣給誰？望京的房價本質上是由互联網行業薪資體系撐起來的，大家還記得吧？2022年的時候，我就说杭州楼市價格虛高，房價要跌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互聯網大廠不行了，流量越來越貴，流量見頂。那杭州它主要是靠碼農，靠平台經濟，靠阿里為標杆，那麼多企業圍着阿里轉，就平台經濟直播，那不都是圍着阿里嗎？阿里不行了，他們都會受影響。那他們都受影響，那房價就撐不住。杭州的房價你不能靠賣水的、賣皮鞋的来撐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只能靠碼農。你看看北京的望京就是一個例子，一個阿里的 P7 年薪加上股票輕鬆過100萬，一個字節這個總監年包至少是100萬起步。這些人在望京買房不是什麼難事，首付湊一湊，月供2-3萬，完全在承受範圍內。當阿里搬走2萬人，當陌陌這些公司陸續離開，望京的高薪購買力就像被抽走了底座的大樓，搖搖欲墜。2萬人什麼概念啊？2萬人，哪怕只有10%的人有買房意願，那就有2000套房需求，是不是這個道理啊？2000套，那就相當於一個小區啊。這2000套的需求一消失，那整個板塊的供需關係徹底改变。最要命的是，隨着阿里、陌陌搬走，字節也搬走吧。不僅人不買房了，這些有的員工買了房子還要賣，因為他公司搬走了，他要換到跟公司稍微近一點的地方。還有的是失業了，被裁掉了，他混不下去，他要賣房。互聯網行業這2年降薪裁員，有些人被迫離開北京，有些人收入大幅縮水，還不起月供，只能割肉離場。每多一套机售房源掛牌，整個小區的價格就會被下拉1分。這就是望京正在經歷，不是暴跌，是陰跌，一點點的跌，每個月跌一點，每個季度跌一點，跌到你麻木，跌到你認命。望京北從6萬到4萬2，新房直接腰斬。如果說望京核心區的二手房還在體面的陰跌，那望京北的新房市場就已經是赤裸裸的砸盤了。首農玉林灣這個曾經喊着望京北豪宅的項目，最近甩出了一個讓整個板塊炸鍋的價格，團購價4.8萬一平，低樓層低至4.2万一平。要知道今年年初這個盤開盤的時候均價是6萬以上，不到半年時間直接砍了將近30%。90平的2居380萬就能拿下，119平的3居不到500萬。而同板塊的二手房掛牌價還穩在8萬一平以上，新房比二手房便宜將近1半，這在望京歷史上是聞所未聞的。具體的後面咱就不介紹了。總之大家知道望京現在樓市正在萎縮，正在緩緩下跌，也就是你看不到盡頭，陰跌，每天跌一跌，到明年一看又跌了5%，後年一看又跌5%，關鍵你想賣不一定賣得掉，因為人在流失。實際上望京的人口流失不光是互聯網大廠，我覺得跟那個韓國人離開有極大的關係。高峰期望京有多少韓國人呢？這最起碼是10萬以上，我記得那數字比這10萬還大，我的印象里。你想這些人要租房，就不要說買房了，就租房，10万人在那租房，什麼概念？完了之後他要租门面房，要開那個餐館、汗蒸館，亂七八糟，反正圍繞着韓國人服務的這些系統性的，對吧？整個的搬走沒了。一個
望京這樣的一個地方，本來是非常有朝氣、有活力的這麼一個板塊，相當於把你的釜底抽薪，這就是釜底抽薪，把你整個的抽掉了。你說要靠多少家机器人公司，多少個什麼人工智能公司去填補？如果说望京那只是孤立，說阿里從望京搬走了，那就導致望京房價撐不住，那這個是巧合。那我們再看看騰訊，正好網上有人說啊，騰訊在深圳，它這個園區叫科欣是吧？說騰訊每年交給科欣的租金超過10億，貢獻了這個園區的40%的租金。現在騰訊不是搬走吗？騰讯自己搞了總部大樓是吧？腾讯一搬走，科欣園區租金立馬下降。騰訊在的時候，它每平米是180元，180一個月1平米，現在跌到多少啊？現在跌到100元每平米一個月，就相當於腰斬。你騰讯一搬走，它这園區的租金就直接腰斬。不要說這個租金了，說受騰訊搬遷影響，附近賣的貴的咖啡店都倒閉了。原來25一杯變成15一杯，餐飲也是，客單價低於30元的餐廳越來越多。也就是一個大的企業搬走，一個大的企業不行了，你說對周邊影響有多大？房價、房租，甚至周邊的餐飲影響都特別大。當然了，騰訊它的辦公樓非常多，辦公園區啊，它現在像這些大的企業，它現在都傾向於把某個城市它的所有的辦公園區都集中到一起，自有物業上面，不再去租那些什麼科學園、什麼創業園，不在那裡面走寫字樓了。所以大家記住了，當頭部互聯網公司阿里、騰訊、華為這些大廠如果效益不行了，走下坡路，開始裁員等等，對樓市的衝擊是吧？對租金的衝擊，對附近的餐飲衝擊，你就知道有多大。但這些互聯網巨頭大廠在裁員的時候，雖然現在我們有新質生產力，什麼硬科技、機器人公司、人工智能公司等等，但是他們規模都比較小。你像阿里，動不動多少萬人，騰訊也人多少萬人，他們關鍵是他們的這個萬人，他不是流水線上那種擰螺絲的，他們這個都是高薪。但他們萎縮的時候，你就知道對房價的衝擊有多大。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，這個標題叫"如果再來一次，我絕不會背30年的房貸"。這都是買了房之後後悔的人，當初決策的時候沒想明白，現在遭遇這個各種不測之後，痛定思痛，這多麼痛的領悟啊！作者說，他說深夜手機銀行又準時彈出還款提醒，我盯着那串數字，想起10年前簽下貸款合同時，銷售對我說："哥，30年很快的，熬一熬就過去了。"可10年過去，我才發現，熬過去的不是時間，是我自己。如果時光能倒流，回到那個簽合同的下午，我一定會對自己說：別簽，別為了那套房子把整個人生都搭進去了。30年的重量，我當年根本沒有概念。當年簽合同時，我32歲，覺得30年不過是個數字，還到62歲剛好退休。那時年輕，覺得未來無限可能，工資會漲，日子會好。可誰能想到，這10年我經歷了降薪、跳槽失敗、中年危機，收入沒有翻倍，房貸卻一分沒少，身體也開始出毛病，精力大不如前。職場上年輕人一茬接一茬，我連喘口氣的機會都沒有。30年不是30個月，是你人生最黃金的30年。這30年裡，你不能停，不能倒，不能有夢想，你所有的精力和熱情都要用來還那張催款單。我今年42歲，還有20年要還，我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撐到那一天。房貸偷走的不只是錢，還有我的人生。剛買房那幾年，我還挺自豪，朋友聚會我主動買單，親戚問起我說有房了。可慢慢的我發現不對勁了，我不敢辭職了。以前工作不順心，說走就走，現在領導再過分我也得忍着，因為下個月的房貸不會等到我找到下家。我不敢創業了，誰還沒點想法？可創業失敗的概率和房價下跌的概率現在都不低，我輸不起，因為背後是全家老小。我也不敢生病，說每次體檢報告出來，心裡都咯噔一下，不是怕死，
是怕倒下之後房貸誰來還。我更不敢停下來休息，哪怕再累也得爬起来上班，因為那套房子已经把我的人生锁死在了还贷这条单行道上。有位朋友说你這不是買了套房，是把自己賣給了銀行，然後分期付款贖回自己。這話聽着刺耳，但我實在沒法反駁。確實30年你就在給銀行打工。我們以前算過，你3%的利息吧，如果你貸款100萬，30年還清，你大概還利息也是100萬，本金100萬，利息也得還100萬。你這30年不就為銀行打工嗎？很多人沒有意識到，為什麼買房的人意識不到這一點，是因為您的腦海裡潛意識裡已經接受了房價要漲。你現在是300萬買的，30年以後變成600萬，我給銀行打工100萬，怕什麼呢？我還多賺200萬呢。這很多人是你潛意識是這麼想的，實際上呢，房價不僅沒漲還要跌，你還要為銀行打工，這叫戴維斯雙殺。說我為了這套房，我錯過了太多。這10年我錯過了孩子的童年，周末在加班，晚上在應酬。孩子說爸爸陪我玩，我說等爸爸忙完，可他的童年等不了我。我錯過了妻子的青春，答應他的旅行，1年推1年，他說沒關係。我錯過了父母的老去，他們生病我沒法陪，他們想我，我沒時間回，每次電話裡說沒事你忙。我錯過了自己，攝影、旅行、看書、運動，這些愛好早被房貸擠沒了。我現在最大的愛好就是算賬，這個月還剩多少，下個月夠不夠，明年能不能提前還一點。我活成了一台還貸機器，按下開關就是30年。說實話，這個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爆雷，已經不錯了，還沒有被裁掉，是吧？還沒有到山窮水盡入不敷出的地步，那也就是發牢騷抱怨一下，是吧？不敢停下腳步的牛馬而已，不算最慘的，這叫痛並快樂。最慘的是那些房貸剛背上，2個口袋空空，結果被優化掉了，被裁員，找不到工作的，這才叫慘。還有一篇文章那就更慘了，叫中年返貧了。目睹一個家庭5年內從中產淪為負資產，房產縮水，中年失業，虧光積蓄。我們奔波在人生的路上，聽到背後隱隱約約有槍聲，我們轉過身去，一顆來自10年前的射出的子彈正中眉心，你說慘不慘吧？10年前的子彈射中了現在的你。他說這句話用來形容老林的人生，中產返貧再貼切不過。2020年，老林跳槽到頭部房企當設計總監，年薪50萬左右。那個時候正是口罩期間，年薪50萬，那簡直就是當紅炸子雞。他老婆在甲級設計院當方案主創，年薪20多萬。那個時候恆大還沒有爆雷。他說在廈門，這是標準的中產。那2個人加一起年薪70萬呢，什麼概念，對吧？那正是人生上坡路，是吧？事業上升期，未來一切可期，这是這種心態。早在2014年，他們就在廈門集美區入手一套90平的小3房。隨着2口子收入增長，2019年就直接結清銀行貸款，同年又換了一部30多萬的車子，日子過得體面又安穩。2021年是房地產的最後瘋狂，銷售額創了歷史新高，房價也一直在漲。多年的順風順水讓他堅信收入會漲，房價會漲，未來只會越來越好。所以說我在念這個文章的時候，實際上是要提醒，如果你現在正在走上坡路，正在覺得未來可期，正在覺得未來只會越來越好的時候，你要聽一聽這些故事。未來越來越好，這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。在你走上坡路的時候，在你事業上升期，你會產生這種幻覺。多少中年返貧，多少破產的人，都是在這個事業上升期，對吧？迷失方向，相信未來只會更好。所以說你現在如果正好覺得未來一切向好的時候，要提高警惕，未來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到。說當時房子對他們來說小了點，周邊學校也不是頂尖的，從孩子的教育、居住品質和投資考慮，他們決定把房子置換到島內。他們果斷賣掉舊房子，湊出260萬首付，
高位入手一套總價760万的改善房，貸款500万，月供2.7万。平心而論，這夫妻倆吃到了紅利，因為他們那套房子260萬，他以前多少錢買的？房價漲了，對不对？他那小房子把它賣掉，賣了260萬，這個小房子他賺了很多錢。但是啊，他又貸款買了一套更大的，貸款500萬，月供2.7萬。以當時的行情和收入，也不能說這就是錯誤的決定，因為夫妻倆人年收入70萬，年薪一個月2萬7，不算多是吧？可普通人從來沒有上帝視角。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，房地產開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出清風暴。雪崩時，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。2022年，他所在的房企資金鏈斷裂，進行人力優化，他被辭退了。他以為憑自己多年經驗找份工作應該不難，可現實給了他狠狠一拳，整個行業都在降薪裁員。由於年齡超過35歲，年齡成了他最大的硬傷，哪怕把薪資預期降至溫飽線，也沒有找到對口的工作。退休嫌你早，工作嫌你老。雪上加霜的是，設計院作為房地產的下游行業，項目斷崖式減少，他老婆的收入也暴跌至每月僅7000元，7000元還不錯了，對不對？在設計院現在7000的就算不錯了，但是那個時候那也是暴跌啊。面對雷打不动的月供，壓得他快喘不過氣，但又很無奈。若无奈有聲，必將震耳欲聾。2023年。他朋友拉他投資開餐廳，這就是墜入深淵的第一步。基於翻盤的他，咬牙辦了一筆信用貸，外加親戚朋友借款，把所有的希望壓在了餐廳上。你看嘛，我一直說失業不是最慘的時候，失業之後的盲動，那才叫推你進入深淵的叫罪魁禍首。結局大家都知道了，2024年實在撐不住了，餐廳徹底倒閉。最後一算賬，老林一個人就虧了60多萬。本想逆天改命，結果背了更多的饑荒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賣房這個稻草能抓了。以前槓桿有多高，現在摔的就有多慘。曾經760萬買的房子，最近同戶型成交才460萬。我看昨天我說了全國跌得最厲害的10個城市，還有網友說怎麼沒有廈門呢？你看廈門就在這兒，760萬買的房子，現在是460萬，賣的房款僅夠還銀行貸款，投資虧掉的窟窿1分錢都沒法填補。短短4年時間，一個中產家庭淪為負資產，它只是許多中產返貧的一個縮影。時代的一粒塵埃落在普通人身上，就是一座大山。所有的猝不及防都是蓄謀已久的必然。作者說，我們這一代許多中產大學畢業，正好趕上時代紅利，事業起步順風順水，從未經歷完整的經濟周期，錯把時代紅利當成自己的能力。這個話要共勉，所有人都要共勉。你現在混得好的時候，不要以為自己的能力有多大，你只是機會好，正好碰对了风口，不是你的能力真的行。所以一旦這個風口消失，一旦這個政策發生變化，一旦這個形勢發生變化，你恐怕馬上就要掉下来。這個老林其實也沒做錯什麼，老林可以說是，我看着年紀不就是70後嗎？他趕上了房地產紅利，他買了2套房，只不過底部買的那套房，到頂部他又買套房更大。實際上很多人都是這樣，房價沒漲的時候買的房子他也買一套，但那個房子小剛需，对不對？過了10年，必須要買大房子，必須要買學區房。為什麼孩子在上學？有的還添了2胎，房子小了，对不對？結果這個時候，你10年前買房200萬就夠了，你這個時候買房要800萬，你房價漲了800万，是不是就本金就多了？你100萬買的房子漲到200萬，翻了1倍，對吧？你800萬買的房子跌50%，跌1倍，除2變成400萬，你就賠400萬了。所以說，也就是說，很多人羡慕說你們70後你都是趕上時代紅利，其實不是这樣的，你算一算就知道了。所以你現在看到沒有人輕鬆，沒有幾個人說真正的很輕鬆。我們以為日子會越來越好，毫無風險意識，在掙錢能力最強的那幾年，沒有規劃，好好存錢，反而盲目加槓桿。你看，這就是我天天做節目，天天不厭其煩的是吧？建議大家存工行，降槓桿，就這意思啊。你趁你現在賺錢的時候，你趕緊要存，而不是盲目的擴大
把生活的希望全壓在未來收入永遠增長的假設上，房貸、車貸、孩子貸，代代都靠單一的高工資支撐，看似體面，實則脆弱不堪。一旦失業，資金鏈立馬斷裂，所謂的體面生活也隨之崩塌。人到中年，最慘的從不是一直貧窮，而是有錢後返貧。那種心理落差足以擊垮一個人，就是由窮入奢易嘛，由奢入窮難。回頭看，我們普通人的最大劣勢，其實不是父輩沒有財富的積累，而是步入社會的最關鍵10年，無人指引，沒有規劃，不懂避險。所以說，這就是大家看我節目的意義。我這個節目教不了大家發財，也教不了大家賺錢，但是我們以親身經歷來教大家避險，怎麼樣保住自己用身體換來的那點窩囊費。如果你能保住你用每天8小時用自己的身體換的那點窩囊費，那你已經胜過90%的人了。已经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